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互阮伫礼拜日做伙做礼拜。我要恳求主你的圣神来帮助，互阮亲近你的事，阮会通得到你的疼惜。互今仔日的礼拜是阮甲主你亲近分别做成的日，也愿上帝你的圣神搁一摆充满伫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，互阮的生命得到圣神的帮助，祝福阮甲阮的亲人、阮的家庭。愿伫你面前将今仔日的礼拜恭敬交伫你的手，愿主你通过所有阮侍奉的同工，阮所侍奉的，互人也得到造就。愿将今仔日的礼拜恭敬交伫你的手，祈祷我个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亲爱兄弟，大家平安，足欢喜，足欢喜，会当伫圣主日，而且做伙敬拜上帝。只是请咱甲咱身边的人讲，真欢喜，甲咱大家做伙敬拜上帝。真欢喜，甲咱大家做伙敬拜上帝。这是主所定着的日，咱着坦然无惊吓，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，得到主的怜悯，领受主的恩惠，做咱及时的帮助。主留予咱伊的祈祷，是咱一生的祈祷。咱做伙来吟主的祈祷文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声
你的高临高，你的旨伫正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时今日，予我，才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啥免辜负阮的人，无伫带阮入伫市，就求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高官灵严格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阮伫天里的爸，阮伫天里的爸，阮你的名声。你的高临高，你的旨伫正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我的日时今仔日，予我，才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啥免辜负阮的人，无伫带阮入伫市，就求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高官灵严格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我知咱真侪人，每一个早起，拢咧等待教会群组发出来牧师的祈祷。每一早起目睭闭紧，我常常拢有一个习惯，就是用主的祈祷文做一天开始的祈祷。这首诗歌是咱足爱的诗歌，主的祈祷文，咱搁念一届主的祈祷文。阮伫天里的爸，阮你的名声，你的高临高，你的旨伫正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时今仔日，予我。啥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啥免辜负阮的人，无伫带阮入伫市，就求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高官灵严格，拢是你所有。代代无尽。现在每一天的生活中，你伫什么所在拄到耶稣呢？拄到耶稣，咱的生命会怎样呢？我读圣经的时阵，我常常看到足侪耶稣救群人，迄个人的生命就改变。迄个人的生命就改变。这时，咱嘛用诗歌来求主为咱做清洁心，咱用祈祷心来吟这首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。
上帝啊，求你为我做清气的心，予我来明有我心情伫咧心。上帝啊，求你为我做清气的心，予我来明有我心情伫咧心。唔通放撒我，予我离开你的面，唔通对我收回你的诚心。求你予我救恩之路，使我自由的灵扶持我。上帝啊，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。上帝啊，求你为我做清气的心，予我来明有我心情伫咧心。上帝啊，求你为我做清气的心，予我来明有我心情伫咧心。唔通放撒我，予我离开你的面，唔通对我收回你的诚心。求你予我搁伫救恩之路，使我自由的灵扶持我。上帝啊，求你为我做清气的心。上帝啊，求你为我做清气的心，予我来明有我心情伫咧心。上帝啊，求你为我做清气的心，予我来明有我心情伫咧心。唔通放撒我，予我离开你的面，唔通对我收回你的诚心。求你予我搁伫救恩之路，使我自由的灵扶持我。亲爱兄弟，当咱入拜耶稣了后，咱的生命有改变吗？圣经安尼讲，既然有血气的，拢亲像草，拢要孤单，亲像花嘛会谢去。总是主的道、主的话，要互咱搁活起来。主耶稣要互咱的生命搁活起来。求主为咱做清气的心，互咱内面有活心正直的心，互咱顶头生，互咱甲主同个活，咱搁敬一摆，求主为我做清气的心。上帝啊，求你为我做清气的心，予我来明有我心情伫咧心。上
上帝啊，求你为我做清气的心，予我内面有我心情伫咧心，毋通放散我，予我离开你的面，毋通对我收回你的诚心，求你予我搁地救阮一路，使我自由的灵扶持我。接续，咱来敬拜伊，主，阮全心全意伫遮敬拜你。阮全心伫遮敬拜上帝。全心全意学落天顶的爸，阮全心伫遮敬拜上帝，学落伊荣耀到万世。阮全心敬拜伊，我也双手敬拜伊。我要学落伊大尊名，我全心敬拜伊，伊名值得尊重。我要全心全意学落，我全心伫遮敬拜，我全心伫遮敬拜上帝。全心全意学落天顶的爸，我全心伫遮敬拜上帝，学落伊荣耀到万世。我全心敬拜伊，我也双手学落伊。我要学落伊大尊名，我全心敬拜伊，伊名值得尊重。我要全心全意学落伊，我全心伫遮敬拜上帝。全心全意学落天顶的爸，我全心伫遮敬拜上帝，学落伊荣耀到万世。我全心敬拜伊，我也双手学落伊。我要学落伊大尊名，我全心敬拜伊，伊名值得尊重。我要全心全意学落伊。阿门。
来啊，着用耶和华唱歌，用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。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，用诗歌用伊出欢喜的声。世间情人拢着念情，继续行伫你面前，无伫看有世间相思，那阮的伊相思，上帝当你美的心。请咱来三甲吟圣诗，圣诗66首。万米三甲自集欢喜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这时，请咱永远徛伫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十世女玛利亚实施，伫本州得白勒入来受苦，
定12月4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对向中国话，上天打坐全能的爸，上帝的大兵，伊要对咱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上头，做赦免，肉体国我，永远名。阿门。请坐。这是咱三个来看启应文13篇。启应文第13篇。上帝啊，照你的慈爱怜悯我，照你丰盛的慈悲擦消我的过失，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。也洗清我到无罪。因为我家己知我的过失，我的罪常常伫我的面前，我所犯着的，就是得罪你尔。伫你的目睭前行即落歹，直到你讲话的时显明做义。判断的时显明公道。我是伫罪恶中生的，伫罪的中间，我的老母怀孕我。你所爱的是心内诚实。伫我的腹内，你要互我得到智慧。求你用牛切草洗我，我就清气；求你洗我，我就比洗较白。求你，互我得到听见欢喜快乐的声。互你所压制的骨通欢喜。求你用你的面无看我的罪。擦消我一切的罪恶。上帝啊，求你，互我创造清气的心。互我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。我就将你的道路指示有过失的人。有侪人就要归顺你。上帝啊，你是救我的上帝。我的姊要大声吟诗，学了你的义。主啊，求你开我的嘴唇。我的嘴就要保养你的好名声。因为你无爱这物，若爱我就要献。烧祭你也无欢喜。上帝所爱的祭，就是忧伤的神。上帝啊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无要看轻伊。请咱再来三角吟圣诗209首。安孝主日第1号，请咱坐咧吟全首。安孝主日第1号，信心可主免烦恼，将杂困去求主悲，我有心
请咱三个额头来祈祷。圣洁公义全能的父上帝，阮感谢俄罗你，因为你是配得尊贵荣耀俄罗的主。阮感谢你，无因为阮的过失，甲阮的软弱来放杀阮。虽然这个世间有侪侪的苦难甲试探，是阮无法度赢过的，主，阮独独要倚靠你，求叫你，靠你的名来得胜。主，你嘛有应允阮讲，即个世间虽然有苦难，伫你的内面有平安。愿你的平安甲阮同在，互阮伫苦难患难中经历你教育的恩典。主，阮嘛恳求你接纳阮的无完全，原谅阮伫生活中有意无意所犯的过失。求你用你慈爱怜悯阮，互阮会当坦然无惊来到你的面前，来亲近你，来领受你的话语，会当真做阮生命的美牛，互阮所求所想所行会合主你的心意，也互阮真做你所欢喜的囝儿，享受你所享受丰盛的生命。主，阮嘛恳求你圣神，甲阮降临伫会中，洁净阮的心思意念，透放阮生活中的甜盼，摒空阮的心，互阮独独来仰望你，互阮手捧救恩的杯，享受亲近你的时刻。愿你甲阮同在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俄罗请圣歌队。我知道我的罪人在我面前。
请咱三甲来恭守上帝的话。圣经约翰福音第3章第1节到第7节。约翰福音第3章第1节，有一个法利赛人，名叫尼哥底母，是犹太人的官，每时来就近耶稣，对伊讲：rabbi必，阮知你做先生是对上帝来的，因为若毋是上帝甲伊指定，就无人会行你所行遮的神业。耶稣应伊讲：我实实甲你讲，人若无顶头生，就袂会看见上帝的国。尼哥底母对伊讲：人已经老，怎样会顶头生？减会阁入老母的腹肚来生吗？耶稣应讲：我实实甲你讲，人若无对水、对圣神来生，就袂会入上帝的国。对肉体生的是肉体，对神生的是神。我讲，恁的确着顶头生，你无得抓做奇怪。咱来看一位圣经，旧约圣经以西结书36章22节到28节。所以你着对以色列家讲：主耶和华安尼讲，以色列家啊，我行即个，毋是为着恁的缘故，就是为着我的性命的缘故，就是恁行到伫列国中所亵渎的，我的大名受亵渎伫肉邦中，就是恁所亵渎伫因中间的。我要互伊诚做圣，搁我对恁显明家己做圣。伫因的目睭前，就是一般人要知我是耶和华。这是主耶和华所讲的。我要带恁出列邦，对列国中住一恁，带恁入恁的本所在。我也要用清的水洗恁。恁就清气，我要洗清恁，除去恁一切的懒散，甲恁一切的偶像。我要用新的心赏赐恁，也要用新的神下伫恁的内面，搁要对恁的肉体中除去亲像石的心，赏赐恁亲像肉的心。我要将我的神下伫恁的内面。互恁顺探我的律例，就我的法度来行伊。恁要徛起伫我所赏赐恁列祖的地，恁要做我的百姓，我要做恁的上帝。正道，耶稣讲中心，请做牧师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伫咱要领受上帝话之前，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。至圣、至尊、至荣耀、搁仁爱，天顶的上帝，阮敬拜你。古早以色列人敬拜你，来受你怜悯甲祝福。今仔日，阮嘛有份伫即个上帝你的慈爱甲疼惜。祝福阮伫你的疼的内底，小赐阮清气的心、正直的心，互阮的人生是一个国活的人生。阮伫你的面前做伙自执的事，恳求天父上帝用圣经的话来教示阮，佮赏赐圣神，互阮来经历圣经的应允佮祝福。阮伫你的面前同心自执，恳求主你对阮讲话。愿咱的祈祷，我给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今仔真欢喜，有一个咱的厝边罗老师，甲李主杰，因
坐伫咱的中间，头一摆来做礼拜，咱欢迎伊吼，咱欢迎伊。不要紧，真欢迎你来参加。所听的弟姊妹，顶头生是今仔日，我要甲咱分享足宝贝的功课。我徛伫即个所在35年久，每一个礼拜进前，我拢咧想讲，即礼拜我应该会通甲兄弟姊妹来分享什么种宝贝上帝的信息。即礼拜互我上帝互我一个感动。就是耶稣伫伊的讲道中间讲出一个足大的祝福，就是顶头生。什么叫做顶头生？一个月前，温牧师伊去检查身躯。温良志牧师最近80岁，伊的心脏因为年纪加添的事，心脏渐渐有问题，所以伊有迄种心瓣膜闭锁不好，有一种心脏无够力，要送血到伊全身躯的事，无够力。所以医生甲伊检查了后，有发现一个真困扰，因为伊的心脏年纪加添的事，心脏渐渐无力，所以伊心爱跳搁较济摆，搁较济摆，搁较济摆。所以伊的异常会使用伊的心脏，造成伊足大的负担，甲无爽快。感谢上帝，伫即礼拜医生甲伊做一个手术。现代医学的进步，互人得到真大的帮助。我毋知伊安怎做手术，但是我听牧师娘咧描述的是，我相信是做一个亲像咱咧讲的，咧穿刺咱的心脏的支架，对迄个大腿的所在，咱的动脉就穿一支管，咧做支架就是安尼咧做。我想温牧师可能是安尼，但是伊即个做毋是咧做心导管，毋是咧做心架，伊就是用一支管来烧，毋知伊的心脏啥物部分，甲伊电烧，互迄个闭锁不全，会通得到医治。感谢上帝！无想到咱几工的手术，伊昨暗就当出现伫咱的查经班，甲大家做伙查经。我感谢上帝照顾我心中大道跨入的一个时代，我的年长的牧师，因为伊伫美国真照顾我，得到医治，人顶头生，这是人一生中间足大的期待。人伫绝望破病惊吓的中间，来通得到医治，这叫做顶头生啦。意思就是，我原本是一个绝望，我原本是一个软弱。但是伫主的听的中间，上帝里面给我一个新生命。兄弟姊妹，我要用今仔这段故事，甲兄弟姊妹来甲上帝祈祷讲：主啊，阮在座每一个人，不止肉体，阮的灵魂拢要得到新生命。今仔圣歌对于为咱所念的这条诗歌，是一条祈祷的诗歌，甲我做清气的心，互我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。所以除了欢迎罗老师以外，嘛欢迎在座所有兄弟姊妹。伫今仔日，咱拢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就是咱要看见天为着咱开。因为主耶稣讲，人若顶头生，就要进入上帝国。我阁讲一摆，人若顶头生，就要看见上帝的国度。耶稣所应允的，就是上帝将伊的权能。上帝国放伫咱的心，意思就是从此以后，我的心中就有天堂。这里卡无嘛？从此以后，我的想法、我的心怀意念、我的生命，要伫上帝掌权的中间，我要看见上帝甲我三甲伫地。今仔所读的两段圣经，拢咧讲起顶头生。但是上宝贝、上清楚的，就是伫约翰福音第3章，耶稣甲一个人叫做尼哥底母。尼哥底母是一个犹太人，真有地位。后来其实伊嘛真做基督徒。一个人来找耶稣，
照圣经的故事讲，伊暗时、暗头啊来找耶稣。所以这句话留下一句伏笔，因为暗时来找耶稣的意思，就是伊无爱公开，伊无爱互人知影，因为伊是一个老师，是一个经学师，嘛是一个法利赛人。犹太人的中间又搁真侪做官的人，所以伫犹太人中间相当有地位。但是伊心中有疑问，伊想要了解耶稣到底是甚物人。虽然伊无公开，但是这个故事就留了2000年到今仔日咱的中间。伊来找耶稣的时，耶稣一个就开跳互伊种，当头棒喝就对伊讲：人若无定头生，就袂当看见上帝国。犹太人最大的祈祷就是主啊，求你救主降临伫阮的中间，这叫做弥赛亚的祈祷。到今仔日，犹太人伫以色列，咱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旅游，恁一定会导游会带恁去一个所在，叫做哭墙，就是一片墙。几啊千年来，犹太人因到今仔日，还阁徛伫咧围墙中间，安尼一直祈祷，一直祈祷。因为求上帝将救主赏赐予世间人。耶稣甲伊讲：你若定头生，你就会看见上帝的国。定头生这个字，若换做咱台语，可能的意思会亲像迄个尼哥底母讲：我已经老啊，人若无可能，佮转去妈妈的腹肚，佮一摆生出来，敢有可能？所以尼哥底母是咧讲，这是怎么种的道理咧？真奇怪！我要安怎样佮倒去妈妈的腹肚内底有新生命？其实耶稣咧讲起定头生这个字，伊的意思是双关语，因为这个字有两种的意思。一种的意思就是对顶面来的生命，从上而来，从天而来。对上帝所赏赐的新生命。第二，再一次从头开始。所以这个字有两个意思。白话字的圣经甲和合本的中文的圣经，拢甲伊翻做重生。重生从此以后，成做基督徒伫教会内底追求的灵命的目标之一。所以常常伫教会内底，拢会互相问讲：你敢已经定头生？意思就是。你敢真做上帝所创造伫主耶稣基督内面新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所以重生有一个这个意思，就是重新开始。但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，咱的生命的改变是上帝的圣神的感动，是对天地来的改变甲感动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斟酌想。因为这句话是耶稣所有的功课甲教示内底上宝贝的核心的课程。人会转化，死而复活，失而复得，死而复活，死搁活，失了搁得着。我一开始就想到温牧师伫病痛的中间，但是伊甲牧师娘真坦然，真平静。因两个做伴用祈祷，上帝怜悯照顾伊，就亲像行过死荫的山谷，伫手术了后，看到因的面是平安、坦然。所听的姊妹，定头生就是安尼。咱进入到上帝的保守的内底，上帝照顾咱。所以，愿咱伫今仔日的课题内底，咱知影，这个定头生，伊最后的结局，耶稣讲。人若定头生，你就会看见神的国，进入神的国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咱追求这个信仰最大的期待，就是咱会当对这个时阵、此时此刻，对今仔日开始，咱就生活伫上帝恩典的内底，是吗？所以，上帝国不是咱要死。咱死去了后要去的天堂，那定上帝国就是咱伫今仔日，咱就要生活
一个极其平安、丰富、喜乐、上帝同在的感觉。愿天要上帝帮助咱，所以咱来听耶稣怎样对这个尼哥底母所讲。伊讲人若无定头生，就袂当看见上帝。人若无定头生，就袂当看见上帝讲。所听的姊妹，伫你信仰的路程，你敢看到耶稣啊？伫你人生的路程中间，你敢已经真确信，你的上帝实在已经甲你三甲伫地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讨讲：主啊，我较无看到你的荣耀，我望会当定头生。所以尼哥底母甲耶稣讲话，这个故事内底，伊出现三项真要紧信仰的功课。什么叫做定头生？定头生的意思就是讲重生，就是死而复活、失而复得，重新开始。定头生的意思就是过去种种，比如昨日死，今日呢，种种比如今日生。过去的我，亲像死去，甲耶稣同顶伫死命嘅顶悬。但是今仔日的我，有新的愿望，有新的目标，有新的品格，有新的责任。定头生是这个意思。那安尼，定头生会影响什么？定头生会影响咱对神听道理、做礼拜，咱就进入是上帝所应允丰盛的活命。主耶稣讲：“我来是要互人得到丰盛的活命。”所以定头生的意思就是，此时此刻开始，我的生命就是一种的享受，我的人生就是一种的经历，经历的上帝同在，享受上帝从天而来的生命。拄则我有甲咱解说，定头生这个字的真正的原本的意思是从天而来，从上而下。所以天主教的圣经，其实伊是甲翻做从上而来的生命。天主教的中文的圣经，伊的翻译，迄本圣经伫翻译圣经的人，甲伊翻译叫做思高译本。思高译本就是一个思高，伊咧翻译这个译本的名，伊伫迄个内底就讲，对顶面来所想事的活命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咱每一个人，咱拢对上帝伸出手。咱每一个人拢对耶稣讲：主耶稣，求你将搁我甲新的活命、顶头新的活命，赏赐互我。这就是影响。那安尼，人要怎样才会当顶头生？这是尼哥底母伊对心中的一个疑问。我无可能搁倒伊妈妈的目肚内，人要怎样才会当顶头生？耶稣甲伊讲：人若要顶头生，有两项。第一项，对主、对水、对圣神；对水、对圣神。其实，咱若将这个以西结书甲这个约翰福音3章做伙读的时候，咱会发现，拢是用水甲圣神来互人搁活。特别是以西结书，是耶稣要来到世间进前的600年。迄个时阵，犹太人拄到一个真大的因的民族中间的绝望，就是伫598年，主前的598年，有一个国家叫做巴比伦。巴比伦第一日第一摆，伫598主前598那一年，巴比伦的军队进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。对迄个时阵开始，犹太人亡国。所以以西结书第36章、37章，就是今仔日牧师所引用的这个36章。兄弟姊妹，你若好奇想要了解迄个故事，恁得去看36章、37章。你会看到37章的时，上帝的圣神带先知以西结，互伊看到异象，伊看到所有的以色列上帝所应允的土地顶悬，拢是死人骨头，所以遍地枯骨。但是上帝甲伊讲：我的圣神要分过
将国我的活命分过这死人骨头，这死人骨头要活起来。这个应允一直真做犹太人伫世世代代中间，伫绝望的情境中间会祈祷，因为伊相信上帝的灵、上帝的圣神要互死人搁活。所以这两个故事放做伙的是，啥物人互这个故事真做真的？耶稣死搁活，所以耶稣讲：我来是要互人得到活命。所以亲爱的姊妹，所以今仔日的讲道，今仔日的经文，对咱兄弟姊妹来讲，是一个生命的转捩点。兄弟姊妹，求天父上帝的圣神，不但互恁听到讲道的话语，更较重要，求天父上帝的圣神，互咱每一个人领受这个活跳跳的开展，真正互咱搁活的圣神。所以伫这个所在，耶稣讲，要用水甲圣神，人才会搁活。水是指外在的改变，圣神是指内在的改变。水是指教会的仪式，就是洗礼；圣神就是指一个人伫上帝圣神的中间，拄着极其神圣的感动。所以是指外在的改变，嘛是指内在的改变。所以亲爱的姊妹，咱做基督徒，这两项拢爱改变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，将伊的上帝国，就是圣神同在。因为耶稣讲，恁的心就是上帝的圣殿，就是圣神徛起的所在。兄弟姊妹，咱家改做讲，我的心就是上帝的圣殿，就是圣神徛起的所在。亲爱的圣神，请你降临伫我的中间。愿亲爱的圣神伫今仔日的礼拜，进入咱的生命中间，对今仔日开始到一生的路尾，上帝的圣神无放杀咱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谦卑甲上帝讨，咱甲上帝讨讲，主啊，求你赏赐我顶头生。兄弟姊妹，顶头生毋是你徛伫讲台前说你迄天一摆就结束，毋是。顶头生是一生每一日的工作。顶头生毋是一摆就结束。顶头生是咱伫教会内底做礼拜，咱甲牧师讲，牧师我想要洗礼，然后咱徛伫礼拜堂的中间，我心内相信，嘴承认。牧师问恁讲，恁敢愿意？你讲我愿意。这真正就是顶头生，因为若无圣神的帮助，无人愿意选择这个上帝看袂到的上帝做伊的上帝。但是耶稣有讲，若有人要做我的学生，就怎样？就拿伊的十字架日子来跟对我，兄这会记吗？所以天天的更新，天天的重生，日日的改变，日日的责任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对今仔日开始，咱无搁再做青迷的人。圣经有真侪故事来讲起顶头生，有一个出世就是青迷的人，耶稣怜悯伊，耶稣用伊的喙烂膏涂粉，然后抹伫伊的目睭，讲起你去西罗亚池，你去洗，你就清气。伊青迷得了看见了后，边仔的人好奇问伊讲，到底是什么人？到底是什么人？伊讲耶稣是什么人？我唔知，但是我知影一项代志。我出世就是青迷的人，但是伊，互我的目睭会通看见。亲爱的姊妹，你敢有期待你真做一个有智慧的人？你敢有期待你的目睭会通足清楚看到这个世间？因为当一个人若真正看见上帝的荣耀，当一个人若真正认捌耶稣基督是什么人，咱就袂亲像青梅戆戆洗戆戆洗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顶头生就是一个新的眼光。当咱认捌耶稣基督以後，咱就知影咱过去的情景是怎样。
所以保罗讲，我情看世间的荣华富贵最宝贝，但是对单了后，我用耶稣基督做我心中唯一有价值的选择。所听的姊妹，愿这个主耶稣，今仔日嘛望着咱的目睭，不但望着咱的目睭，嘛望着咱的心，互咱顺服伫主的面前讲：主，我愿意。兄弟，你愿意吗？愿咱安静来回应咱的主耶稣。咱甲伊讲，主耶稣，无论这个世间怎样改变，我甲你的关系永远无改变。求天父上帝帮咱，重生就是一个人对咱的心内无人看会到上深的所在，彻底上的改变。重生就是一种完全的改变，彻底的改变。无人会通改变人，只有圣神。无人会通改变人，甚至连牧师的讲道嘛无容易帮助人改变。唯一愿意对主耶稣讲：主，我愿意的，就是主耶稣家己的圣神。所听的姊妹，愿主怜悯咱。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拢对主耶稣讲：主耶稣，你为我死，我要为你来活。主耶稣，这是我一生的决定，这是圣神的感动。若毋是圣神的感动，无人会当愿意将伊一生的荣华富贵来换一个看袂到的十字架。求天父上帝怜悯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所听的姊妹。举起咱的十字架，因为这个十字架不是重担，这个十字架是官兵，是荣耀。这个十字架不是重担，是官兵甲荣耀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：主啊，求你怜悯我。今仔日有两个祈祷，第一个祈祷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要真做顶头生的教会，咱的教会要真做一个顶头生的基督徒聚集的所在。咱的教会要真做一个拍开门，互人青面得到看见，互死个活，互人伫这个所在来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教会。所以咱要决志来过新的生命。见若有人踮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伊就是新创造。愿主耶稣对你讲话，亲像2000年前主耶稣对尼哥底母所讲话。恁会好奇，这个尼哥底母到老尾伊的最后怎样？圣经记拜3摆，第一摆就是伫约翰福音第3章，第二摆伫约翰福音第7章，第3摆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9章。第一摆就是伊拄着耶稣，第二摆当人咧批评耶稣的时候，尼哥底母伊讲公道话，因为伊伫法利赛人的族群的中间，大家咧责备耶稣，那啥你该出什么先知？但是尼哥底母讲，咱不要轻易的批评，我们等着看。尼哥底母甲伊的同事、甲伊的兄弟讲，唔通随便批评。咱看第3摆是耶稣死伫十字架顶悬，对十字架顶悬落来死。尼哥底母甲一个叫做一个叫做约瑟的一个人，因两个人将耶稣的尸体改埋葬。这个人虽然伊是伫暗时来找耶稣，但是伊伫耶稣死的时阵，这个人得到顶头生。所以听你姊妹愿咱一日一日，一步一步。耶稣讲：我实实在在甲你讲，除非对顶头来，这就是天主教圣经的翻译。伊讲：我实实在在，实实在在，这个字叫做阿门阿门啊。那翻译做咱的白话字，其实就是讲，我真诚恳来甲你讲，人需要对顶头来换命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咱摒空咱家己。咱的教会足济摆甲咱讲，要啉清气的水，哎呀呐，摕清气的杯仔来缀对无？像这句话什么意思？
咱要啉清气的水，都要摕清气的杯来啉，什么意思？咱要用清气的心来领受主耶稣的疼，咱要用清气的心来领受主耶稣的保护。所听的姊妹，主耶稣就是予咱顶头生的主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伸出咱的手，咱安尼祈祷。亲爱的圣神，请你帮助我。主耶稣，你给我的灵来怜悯帮助我，这是何等重要的祈祷。所听的姊妹，当咱伸出咱的双手讲，亲爱的圣神，求你怜悯我的事。其实伊真正意思就是讲，主啊，再给我一次的机会。咱的人生需要一摆，搁一摆，一摆搁一摆的机会。每一摆咱伫十字路口的事，每一摆咱伫无路通行的事，每一摆咱伫一个绝望中间会祈祷的事，拢是咧甲上帝讨讲，主啊，求你予我搁一摆的机会。我是要鼓励在座的青年，你们的将来是在上帝的手上，了解吗？恁的将来是伫上帝的手中，毋是伫恁爸爸妈妈的手中。恁的将来是伫主耶稣基督的手中。愿主耶稣对今仔日开始，在你心中为王。或者，咱若互主耶稣伫咱的生命内底，咱就要得到开展。因为主耶稣讲，我要恳求天顶的上帝，赏赐伊的圣神，就是对顶头来的圣神的能力，甲恁三甲地地。这句话记载伫路加24章49节。后来这句话嘛记载伫使徒行传，因为使徒行传甲路加拢是同一个作者，叫做路加。伊听到使徒门徒咧传耶稣所讲的这句话，后来伊看到这阵伫圣神五旬节充满耶稣所有学生的事，伊就明白对顶头来的开展到底是什么种的意思。所听的姊妹，咱伫这个所在做礼拜，一方面是咱的肉体顶悬来敬拜上帝，但是更加重要，就是咱要畅饮新酒。因为圣神充满伫耶稣的学生的时，照着使徒行传的记载讲，因好亲像啉酒醉的人，安尼行，当然毋是讲话提提吐吐，毋是。所以你若有熟悉这个圣经的记载，这个使徒就开始讲方言。讲方言的意思就是开始有新的能力。因原本是讲犹太人的希伯来语，因原本是讲希腊语，但是因开始讲各种的腔口。腔口的意思就是方言，意思就是用新的语言开始传天国的福音。这就是教会的开始。所听的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上帝的圣神甲咱三甲地地。因为无久的后个月，咱就要过高活节。对高活节到圣神降临节，就是教会一个灵修上好的节期。教会上好的节期，就是伫高活节到圣神降临节。为着生命的顶头生，为着生命的重新得力，咱伫主的面前来做这个祈祷。所以愿这个圣神甲在座兄弟姊妹三甲地地，咱恳求天父上帝的圣神降临伫咱的厝内，进入你的人生，享受咱一种彻底的神圣的劝告。耶稣所应允对天人来的活命，对天人来的开展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日日领受，日日领受，天天与复活的耶稣基督同行。第二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我要甲兄弟姊妹所做的祈祷，就是为着咱的生命的改变来努力。尼哥底母问耶稣讲：“我要怎样才会当顶头生？”耶稣甲伊讲：“就用水甲圣神。”以西结书嘛是安尼讲，用水溅伫恁的顶悬，水伫各种的宗教，伊拢有上顶洁净的效能。所以听的姊妹，我会记得大概20几年前有一届，有一个咱的厝边因伫临终的时，
来邀请教会的帮赞，就是建章因的家庭。建章的爸爸伫中基做临终的洗礼，建章甲伊做洗礼了后，迄个阴暗伊的爸爸就对中基病亡倒来伫伊的厝。所以我会记得，迄大概伫半暝2点3点的时，我去到伊的厝，因的家庭是头一摆，毋是头一摆，因为信主了后，煞毋知要安怎，所以我会记得我帮助因伫临终的时做祈祷了后，要咧准备的时，伫因的大厅内底，忽然建章伊的亲人对外面捧一碗饭，插3支香。对外口匆匆忙忙地装入来，然后看到牧师搁捧倒嘴，因为因伫迄个时阵不知道怎么做。后来咱的教会就陪伴因一直完成迄个告别式。我也会记得，伫迄个告别式的透早，伊的妈妈，建章的妈妈走来甲我讲：“牧师，等一下敢会当甲阮敲棺茶？”我听无。呀，这恁敢知啥物叫做敲棺茶？伊甲我讲，牧师阮外孙吼，安尼对昨开始就拢袂爽快，安尼忽冷忽热，吼。伊讲牧师，敢等一个做礼拜，敢会当帮我敲棺茶？吼。我无了解，因为阮的家庭是基督教的家庭，所以我从细汉就是伫教会大汉。但是伫学校读册的时阵，老师捌使我讲到民间宗教。即个告别式等等的遮个，我咧摇啦，可能因想要敲棺茶、喝烧水，家囡仔洗身躯，吼。我上帝我一个感动，我就回头甲伊讲，我送，迄我袂晓做呢。但是你若真正一定爱敲棺茶，吼伫即个告别礼拜了后，你家己来好无？吼上帝互我第2句话，我就甲伊讲。我送，若是你愿意，无你捧一杯水，你甲迄个囡仔带来，伫礼拜了，我甲伊祈祷。真正最后礼拜结束的时，建章的妈妈，伊并无敲棺茶，伊甲伊的外孙、查某孙带来牧师的边捧一杯滚水，我就。为着这个囡仔甲这杯水祈祷，我甲上帝祷讲，主啊，求你互这个囡仔得到医治。后来我甲伊换手祈祷了后，我就互伊啉，毋是甲伊惊洗礼，是互伊啉迄杯水。去到亡人，这个囡仔完全好，所以后来告别式结束的时候，伊的丈母传达一句话，伊讲我的囝婿甲我讲，牧师。毋是甲我讲，牧师来讲，基督教较遮尔简单。兄弟，恁听有意思无？伫人伫不安的时，经历着上帝。这个故事拄拄会当甲咱讲起洁净甲顶头生真正的意思。这是上帝互我最大的鼓励。我会当陪伴一个不安的家庭，后来成做咱的教会一份子。所听的弟兄们，这个故事嘛，要甲咱三角地伫顺境、伫逆境、伫各种的境遇，主动甲咱三角地带。所以咱来听耶稣甲尼哥底母所讲的话，伊讲人若无对水甲圣神来生，就袂通入上帝讲。拄则我已经有甲咱解说一摆，水是代表洗礼，水嘛是代表外在的改变。圣神是代表上帝神圣的感动，上帝的责备。牧师捌伫讲道中间甲恁讲起，迄个上帝圣神的感动，迄个字叫做 pistis， 恁敢要记？牧师安怎解说迄个字？开气水有无？扑一下，水冲出来，冲甲抓袂掉。真正迄个字是迄个意思。意思就是耶稣讲：你若知影我是啥物人，你就要紧紧甲我祈祷，因为我所享受互你的活命水泉，迄个圣神就亲像活水对你的内面安那，不断冲出来。上帝的话、上帝的道、上帝的信，
这个字叫做 pistis， 这个字本身就是圣神的意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以西结书36章25节，这2节你甲看，约翰福音第3章第5节，以及以西结书第36章25节。上帝的圣神讲：我要用清气的水溅伫恁的身上，恁就洁净；我要洁净恁，恁要脱离一切污秽，除去一切恶相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领受上帝的帮助，外面、外在、内在，咱拢降服伫主的面前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信心若无行为，是死的。基督徒做基督徒，袂使干那出一支嘴，会晓祈祷。真正的基督徒，就是咱也无传福音进前，咱徛伫人的中间，人就看到咱是清气的上帝的子子。基督徒真正会影响咱，毋是咱嘴所讲的圣经节，是咱的生命所表明出来。上帝同在迄种的阳光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内在、伫外在、伫心灵、伫肉体，拢得到顶头生。愿主所想事，咱灵魂体的祝福，甲恁三甲地地，对即时到永远。所以顶头生是一种人生命绝对的改变，伊包含咱的观念，包含咱的态度，包含咱的行为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主的圣神对你讲话，也愿你每一摆所读的圣经，成做你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成做你的帮助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会记得一句话：对血气所生，就是属肉体；对圣神所生，就是属上帝。所以，咱若用情欲。用血气，咱就要亲像以西结书37章，遍地枯骨，就是规片的这个山野，拢是死实的骨头。但是上帝讲，我要用水、清水、甲圣神，互恁得到国活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的生命拢真侪，旧的活命拢真侪过去。这就是拄则我甲咱讲的这个以西结书37章。这个故事是咧描写，伫公元前598年，巴比伦的军队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，犹太人所经历，留伫因的历史的记载中间，一个真惨痛的经验。但是上帝伫这个所在讲，为什么？是因为我的子子世俗化，我的子子伫外邦的中间无好的见证。所以，兄弟姊妹。愿这种的咒诅，愿这种的死实，愿这种的伤害，无踮伫咱的中间。因为今仔所读的圣经是36章，36章最重要是传达上帝的救恩，上帝的救恩。伊讲，我要将我的心放伫恁的内面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今仔这礼拜结束之前，我要鼓励恁。恁花手伫恁家己的心，你祈祷讲，主啊，甲我做清气的心，互我内面有换心、正直的心。兄弟，毋通看轻这个祈祷，这个祈祷对咱每一个人拢有影响。主啊，甲我做清气的心，互我内面有换心、正直的心。主怜悯咱，因为主讲，我的确要将我的圣神放伫恁的内底。阿门。咱伫主的面前，主要将好，伊讲善良的人，伊的心内就发出善良的意念；邪恶的人、血气的人，伊的心内就发出邪恶的意念。咱伫主的面前，咱花手祈祷讲：主啊，甲我做清洁的心，互我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。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恳求你垂听圣神，
成做阮众人的帮赞。你祝福罗老师，祝福雷主席，祝福俊雅，祝福阮在座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，使阮的生命要伫你的祝福的内底，真侪新的人，要亲像活伫天堂共款，欢欢喜喜。主，这是阮心内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请咱三角来吟信息应答上帝的听。信息482首，为主来做伊干净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
耶稣，为主来做一干净，阳光救主耶稣。为主来做一干净，洗罪的事情，把你和他来用情，我为他坚定，为主来做一干净，阳光救主耶稣，为主来做一干净，阳光救主耶请坐，请咱准备好现。请坐，平安礼，请曾牧师。也即咱今仔足欢喜，有几位同信的兄弟来甲咱做伙做礼拜。首先咱要欢迎就是喜乐保院的董事小平董事吴小平董事伫咱中间，咱真欢迎伊甲咱做伙。伊是对北部来，即2天来帮咱喜乐保院的即个同事吼，即弟兄姐妹即个训练会，咱真欢迎伊甲咱做伙做礼拜吼。搁有就是对美国倒来配方节吼，咱真欢喜伊搁倒来台湾吼，咱真欢喜上帝祝福你，足欢喜看到你回家吼。俊雅是无？俊雅吼，咱足欢喜俊雅，伊为着要倒来教会吼，去考驾照。开车吼，伊真爱倒来甲咱做礼拜牧师也很感到很温馨的快乐吼。上帝互你倒来做伴，每次看到你都是充满了心中的一个喜乐吼。上帝祝福你，咱真欢喜家乡的查某囝俊雅吼。拄则迄个罗老师，因年纪有较
较大，所以因咧坐有当时啊坐较袂牢吼。因为甲咱做伙做甲奉献的是因才离开。咱来用这条诗歌互相带祷甲祝福，愿主会听甲咱三甲伫地。咱用这条诗歌的是主听咱的祈祷，用伊的听来充满咱的家庭。耶稣听你，耶稣听你，伫咱一生中，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咱，永远听，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，脱离黑暗关系，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。耶稣听你，伊会救你。耶稣永远听你。咱做伙同心来祈祷，主，阮伫你的面前同心自责，无论是伫天边海角，伫网络顶悬，伫教会礼拜堂内底。阮所听迄个姊妹做伙组织的时，你的圣神将主耶稣基督的听放伫阮的中间。主耶稣，阮今仔日纪念你所互阮信仰的功课，阮要恳求主你将这个听，诚做顶头生的快乐，放伫每一个家庭，无论是年长，无论是健康，无论是叛病，无论是少年，主伫各种的情境的顶悬，你做阮的帮助。主耶稣。对永远到永远，你是阮的主，阮要跟对你。你为阮死伫十字架顶悬，阮一生要献互你，阮要专心敬虔为主你来活。求主耶稣你将这个顶头生的快乐，放伫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的生命中，对这事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咱下面咱来为着生日的人祈祷吼，咱来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。咱嘛，请陈慧做伙来吼。咱请生日的人。耶稣爱你们，圣言圣心。耶稣爱你们，秀慧姐哈，咱做伙来祈祷。刚好今天生日，太棒了！咱做伙来祈祷。主耶稣伫阮生日的时，阮的心中有足深的渴慕，因为阮相信，主你的恩典就是阮一生祝福的源头。主，阮将秀慧姐交伫你的手中，伫伊今仔日生日的时。阮恳求主你用你的油抹伫伊的头壳顶，你放手伫伊的顶悬，互伊的生命充充足足有上帝你的恩惠。至上的天父上帝，阮为着圣云，阮为着圣诗，恳求天父上帝祝福。这两个细囝满3岁，求天父上帝你祝福因，互因伫成长的过程顶悬，会通进入上帝你。甲因陪伴人生的旅程，祝福这两个双生仔囝，因伫成长的过程顶悬灵魂体，拢有上帝你充充足足圣神甲真理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因伫成长的品格顶悬，得到主耶稣的保护的吸引。阮嘛为着陈慧来祈祷，主伊为着这两个囡仔从育婴假到今仔日，伊开始正式要回到职场。阮恳求天父上帝你，互伊进入职场的时，伊的家庭、伊的工作、伊的囡仔，嘛拢无受影响，不但无受到影响，反倒当有上帝你所陪伴的恩典。天父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，对天日将你的恩惠放伫因的身上，也为着所有生日的人，阮恳求天父上帝你，互因有圣神的帮助，诚侪有智慧的人。
伫因的人生中间所结的果子，通荣光上帝，那利益众人。我安尼恳求祈祷，我给他说圣名，阿门。生日快乐，上帝祝福你，加油，陈慧。好，咱来请四位来报告，咱请四位来报告。顶周聚会请咱家己看。本周聚会主日学9点半伫教育馆。祈祷会拜三8点伫教堂。青少期拜六到7点半伫教育馆。查经班拜六7点半伫线上。圣港的服侍下周司会请陈宗胜长老，领诗请妇女团契，司琴请刘一鸣兄弟，司献甲招待林安路甲我本人。新安宫读经表请咱家己看，照这顺序灵修。集体交通第1点，4月9日是国外节。期待接受洗礼的，请备办心来报名，并报名真道的课程。4月1日是教会举办亲子运动会，欢迎踊跃报名参加。本主日礼拜了，有要召开第1届的筹备会。第2届的筹备会是伫3月26礼拜后。第3月26下晡2点到4点半，中华中华教育部举办信徒造就会，主题是圣经译本的使用甲原则。讲员是陈南洲牧师。地点是伫中基兰医师大楼地下室 B1 国际培训国际培训中心。要参加的请向已经报名。生日的有刘秀威、庄一龙、李广芬、林胜云、林胜熙。愿上帝祝福因。奉献报告，请咱家己看。有出入，请向咱的出纳人员来更正。台岛事项第1，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来祈祷。第2，为新生欠安甲教会所有的长辈健康平安来代祷。第3，为教会青少年身心灵甲课业来代祷。为升学代祷，升大学的有硕恩、怡义、名誉。第4，为适婚青年的婚姻祈祷。第5，为姊妹教会代祷，有富林教会、一教会、德克达雅教会。这是请咱来吟上言信息。上言信息511首。俄勒上帝至权至尊，请咱起立吟全首，吟诗煞，请牧师祝祷。咱同心祈祷，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感动，相通扶持，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这事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密道避讳。
好，我们请圣歌队的，我们圣歌队的那个。